你好，谢谢。我即摆坐公车真正是包车去游览嘛，敢若我一个人尔。但那边继续坐公车落山，要用竹山的方向去啊。啊，我要去竹山主要的原因就是要找一个啊，甲动物有关系的行业啊。啊，这动物啊，毋是牛啊，啊嘛毋是猪啊，毋是鸡啊。我先莫讲这是啥物动物啊，继续坐巴士都知影。文强，多谢啊。没有，拜拜。我今摆来到竹山啊，但是迄这动物的所在，其实是明仔载斗早去啦，所以今摆时间真量啊，所以我有时间会当去竹山安尼啊，行行踅踅啊。刚刚一个龙虎，我是你好你好，我是金州啊，念龙啊，这甲金州有啥物关系啊？因为咱若种金蕉的时阵啊吼，啊大丛，咱供开闭的金蕉的时阵吼，支撑啊，咱这就是咧弄条啊空，弄空了后，咱菜竹啊支撑香蕉树安尼吼，啊伊若风台也是透风较大，才袂倒去。哦，因为竹山吃上有名都是竹啊，所以甲遮的人啊，咧伊需要的物件拢来遮得到。大部分啦，啊七八个乡镇拢无拍地点。啊，维修啦，啥物拢爱摕来咱第三家，因为阮这已经传承5代啊。5代哦，嘿5代所以毋多敢有100年啊？啊，超过啊！哇，老店清朝时代甲今摆啊。清朝时代，就好啦。除了这些龙骨以外，啊，内底敢有啥物甲历史的物件？有，咱来参观看卖。我这50年的历史啊。哦，你要做这行的。嘿。你看，这是这我知啊，这要掠高山啊，是啥物刷地啊？敢毋是？毋是啦，这毋是啊。这就是破竹器，咱竹编老师拢咧共教迄竹编吼，啊有4破5 6，啊你看要大片细片，啊会用落这落甲破落，无看过吼。呀。阮爸爸是做这人，是北港，伊嘛是北港，所以基本上。一般的龙骨我拢捌挂过，但是有一挂真正是第一届啦。因为即摆有竹编老师吼，来教一些手工用品。是。嘿，啊无话竹啊，即种咱竹山出山竹啊，啊若无使用，感觉就讲做无差的竹啊吼，啊这嘛爱传落去。大家就多谢你啊，吼，今日有钓少济啦。客气。哦，你先报应啊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你好，我甲你买一粒好。好。好，是啊。好，谢谢。小个大粒的。谢谢。再见。拜拜。啊，这板豆真要够大啦，这真正会当食个明仔载啦。好，差不多啦，这个差不多啦。你叫我讲你吼，你地根愈来愈暗嘛。你食明仔载啊，爱加早起整啊，所以我想讲，好啦，加早休困啦。啊，你明仔载才有得啦，才有元气，咱继续啊。
即马来到这个啊，新落啊，木场啊，吼，即马迄地势渐渐高啊，起早八早，这白仔囝爱骑针照顾这落啊啦。啊，即马咧赶走啊，啊，等咧买到这走啊，好落到车呢啊。哎，雷米，搞早。搞早。哎，你七早八早就开始无用啊？啊，无倒啊，做田就安尼。哎，免滚啊！哎，我当作早起来，落啊不倒会枵啊。你什么枣啊？这牧草。哦，这木枣。哎，落到主要拢车子。对。OK。单一食物诶。嗯。哦，你电链的迄啊。这食人嘛会使食诶。啊，这拢设计好诶啊。嗯。好，安尼。哦，你啊，咱来来背学生安尼。我知影啦，我你讲，这我郑家人，这经过啦。嘿，对，迄经过诶。啊，这落啊有只偌济啊？落啊一工会使食超18斤左右啊。18斤的要收啊？青草。吼，应该是吃甲配出子啊。哦，真水哦，毛草真金诶。啊，来，咱两个同齐。你来好啊？安尼该来哈？安尼有啊？安尼大个草拢真松。啊，咱等安尼用用的会使饲啊了。哎，要来我塞入去啊！哎，来，早顿来啊！来哦！我先饲一只互你看，啊后只换你。这草就来背后松吼。来，安尼，啊我落切咧，倒落，好。哦，安尼较倒来。好。啊，搁一摆后嘿，我饲一只，你饲一只后嘿，较松落啊较要食。我哪会感觉这落甲足刮到人足惊呀？嘿，是毋是落甲这种动物甲无搭？在台湾水路哈，伊的习性就是青惊啦。哦，免惊。倒准哦。这只会角足水的。系啊，来。好。别，你草啊别当龙飞。好，你看，你来看我。哎，伊敢要加人？袂，啊问题伊即个夹吼，啊钙化的时吼，伊会翻歹，爱注意这无伊会用夹。哦，哦，真乖吼。你就塞奶咧。看你很投拍。哦，继续来。好，来。哦，有啊。有。你饲几只？我只全部8、90只的。哦，90只。哎。啊，这落啊，你是安怎挂伊？是健康还是有病啊？哦。落啊也健康吼，你看伊的毛草真金，有无？啊，咧发落酱的时吼，嘛是落啊咧换毛。好，你哎，金试试啦，这只足健康啊。来，食饭时间到哦。哎，这阮某咧洗掉啦，你看安尼遮认真。哦，阿婆，这几百吧，这米米啊，对，你爱6块咧一个啊。你来倒用哦。啊，这个你洗多干呢？系啊。6二的迄个，好无？加洗好清气。你买去弄掉伊啊？系啊。好来，哪里？啊，你有清气无？有，会使。来。我要要几架小路的。这个落甲正，对。啊，我来感觉迄个妈妈敢若咧保护迄囡仔啦。嘿，是啊。这无发觉的，这是女路。啊，即马这个时节，因咧生产的时阵，所以爱甲伊隔开。哦，拢有心。嘿，拢有心啊，嘿。好啦，免惊。啊，这问题是在地人。我嘉义人诶。你嘉义人，跟阮不共款。恁某嘛嘉义人哦。啊，对嘉义你来迪山车做一种较粗重的工过啦。因怎我伫嘉义车咧上班啦，到尾啊先生这边讲忙不过来，叫我转来斗3工。早晚嘛是爱接这个事业啊，所以想讲也无，就干脆头路时的转来斗用，就慢慢啊学啊，系啊。啊，这阮爸爸，第2代老板。爸爸你好。你是进埔啊？菜龟，我咧菜龟。你咪无用错啊？有啊，好，有够听嘛。对啊。哦，啊，我当然用，啊，我都安尼
变人变晒来种一瓜啊啦。拜托你胜过饲死人啊！你起码会当总算会当做你家己做的代志啦。我就是感觉讲当初是迄阵阮爸会饲落啊，就是去共买用，食了就感觉袂歹。安尼啊，毋则个安尼继续咱那个混来安尼落去甲经营。较早期伫山顶，无路饲落啊，就较刁弯啊，拢爱用人工喷。无气害。就爱用担。是。担落来佫爱架。是。安尼我讲安尼这毋是办法，无来开发图啊吼。再去设计一个固定价。安尼，我感觉讲安尼可以，安尼这路这刷来才饲。伊就开始来接的时阵，你是甘愿做还是你较比啊你？甘愿做的你甘愿做。因为你当初吼，就读册就拢伫厝咧爸爸斗用啊啦，斗用尾半工半读，安尼愈做愈有兴趣了，就感觉讲，这嘛是早晚爱接的啊。这好说好啊！你当放心啊，可以接这个工课，你当无用你的代志啦，好咯，这哦。对啦。所以即摆你即工काम拢咧顾，敢若顾囡仔共款啦。系啊，嘛是像顾囡仔安尼啊。所以你拢无时间做别项的。无时间啦，问题咱你的目标吼，就用一台咖啡车吼。阮某吼，恁无拄仔甲我讲啊，伊家早是咧伫咖啡店咧做工课，咱是到落尾拢收起来啊。对。你即摆搁咧做？嘿，咱你设计一台餐车啦吼。是啊。就伫遐猛泡，人客也来，也是朋友，咱就来讲啦，介绍泡咖啡请伊吼。哎呦，啉咖啡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，来。谢谢。做工课了，就是要等一杯咖啡的。来，啉一杯啊。啉一杯啊啦。辛苦。来，干杯，谢谢啦。这毋是秘鲁啊，这咖啡啊。人生就安尼啦，有苦也有甜对吧？反正就是爱做啦。我以前要搁咧上班的时阵，我就想讲我休困哦，想要出去卖物件，因为毕竟一定食人的头路嘛，毋是办法啦。所以毋知去买一台车，想讲要家己出来创业。阮在咧开车当中啦，我也好问讲，你感觉我若搁买后一台车，你感觉我会领啥物车牌啦？结果我向测者，你就去老我买车，无你若咧后问车牌几号？你袂当甲去抓啦，已经买好啊。买对就买对啊。咱就开始啊，像这台咖啡车，我就开始来你画图，来你设计。要安怎做较水？白输啊，这查某囡仔去做因爸爸讲啊，爸爸，我敢会当交迄个男朋友哦？爸爸讲当然去抓我无爱啊，爸爸，我已经有心啊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。看我无就出去卖咖啡，毋过还佫拄好去用走回。走回了就干脆按两个拢家夹整回来，拢用加咖啡拢创做伙。所以一切拢是最好的安排。你当定定安尼啦，你要当豆豆来啊？啊，唔对，都即概念，即概念。